如果咧大家有留意我哋鋪頭嘅產品咧，都知道咧今年我哋係推出咗一系列全新系列嘅七色花套裝 SPA 嘅，希望大家咧係會更加廣泛咁樣去使用啦。我哋今日咧就會一次過咧收集晒大家嘅問題咧，逐一解答。最多人問就係點樣沖，咁其實網站我哋嘅產品描述啦，同埋個包裝上面都有教點樣沖，好簡單，其實兩個 way 嘅啫。我咧就建議咧全部都係煲水好啦，即係將啲花擺落個湯袋度煲滾佢，煲熱佢。我自己習慣就係無論凍水落、熱水落都得嘅。咁大家亦都可以收到嘅時候，有啲朋友咧好怕污糟同埋唔乾淨。咁雖然我哋啲花真係好乾淨嘅，同埋尤其是鮮花真係新鮮運到即刻摘落嚟俾你哋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心理上真係想乾淨啲，先開咗啲花苞沖喺凍水嗰度沖一沖先。係啦，篩走一啲你哋覺得啲花絮啊各方面啦，但係啲花真係完整喺水度唔會爛，咁又放落個湯袋度啦，就去煲佢啦。咁凍水落、熱水落都得嘅，煲咁啊煲5分鐘已經好出味，煲到成煲水咧係有啲顏色出咗嚟，有香味出咗嚟，就已經得大滾係啦。咁然後咧大滾咗之後咧，我就會放落自己嘅一個小水煲，然後就帶去沖涼房啦。咁首先我會自己先沖咗涼先嘅，咁然後咧就用啲花水溝稀佢，係啦，因為太熱啦嘛，溝稀佢再大盤啲啦，就成盤咧去再淋身啊，再沖啊，由頭到腳都可以沖面啊，又可以洗嘅，就係咁樣咯。咁無論乾花鮮花都係咁樣用噶啦。咁直接啲咧，如果譬如去旅行咧，最正咧就係可以喺酒店浸下浴啦。咁如果香港屋企有浴缸嘅朋友咧，直接可以滲啲花落個浴缸度浸浴啦，呢個係最正嘅。咁同埋啲花瓣都好易沖走嘅，就冇乜話覺得好瀨氣啊，好污糟。不過係最後即係個浴缸嗰啲殘渣啊，要好好去清理翻咯。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咧去入我哋個湯袋就會好啲。而家嘅湯袋真係用到7日咁多㗎，咁我自己咧就會輕手啲啦。煲完之後將啲花倒咗出嚟，反轉去沖一沖、洗一洗個湯袋，然後晾乾佢，然後繼續用。因為花咧係冇任何即係污糟邋遢嘢可以咁講啦，因為新鮮㗎嘛。咁就算啲乾花都係用新鮮花去乾製，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安心使用咯，係啦。咁我亦都好強烈建議咧，大家係加浴鹽入去沖啦。咁如果大家又用開精油咧，都可以滴少少精油咧落去啲水度咧，咁更加清新宜人啦，同埋功效會真係更加好嘅，真係會令到自己好開心咧，好愉悅成個感覺。記得分享俾朋友。